是吧？对，今天第一天上班。哦，看这样也不像是干清洁的呀。算了，谁让你有门路呢？不过既然来了，就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我们清洁部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，它可是整个公司的后盾呢。因为有了我们，其他人才能在舒适的环境里工作，那工作效率才能大大的提高，是吧？所以啊，我们一定得做好后勤保障工作。我们清洁部一共是18个人，1人负责1层楼，加上你19个。对了，你叫啊，您管我叫小西就行。啊，小西是吧？嗯，那你就去负责一下大厅，大厅和周围的卫生都归你管。那么大？那么大，就你的工作量算最小的啦。快去干活吧。好。哎，新来的，啊，用手拖地呀。拖把和扫把。后边儿。不好意思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做事情毛里毛躁的。不好意思啊。顾总，来公司这么久，真的特别感谢你。啊，好，我知道。啊，你忙。那不是贺锦熙吗？他怎么成了清洁工？他和顾西城之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哟，这不是贺锦熙吗？风着好好的上哪年日子不过，怎么来这儿当清洁工了？当清洁工是我的事儿，我高兴。还别说，就这身衣服，还真挺适合你的。哎，你说，如果顾西城没瞎，就你这样子，他肯定下不去嘴的。我不会让你接近西城的。